你唔識咁做㗎？你唔好咁做㗎。我明白。咁咧就我哋崇拜好快開始，咁又係請各位弟兄姊妹留意，崇拜開始之先，請各位將你哋嘅手提電話較向震機或者靜音位置，以免影響崇拜。多謝各位合作。請各位將你哋嘅手提電話較向靜音位置或者震機，以免影響崇拜。多謝各位合作。你估做乜嘢先？弟兄姊妹們，早晨！請先我謝你個心，我哋就會即將開始。我聖餐禮崇拜現在開始，會眾請起立。會眾請坐。我哋同唱本月嘅詩歌，首先係先求你的國，我哋唱兩次，唔該先彈一次。唐海來業，唐海來業。
是我的天父，是創造天地的神。就算有高山障礙，荊棘滿途難阻我心仍靠緊你，要先求你的國。高唱中讚主，感恩歌頌用信心，眾崎嶇滿路相信仍得勝，緊靠上帝恩，解開心中的鬱結，唱下你路人一生依靠着你。會再同起立，我哋讀起聖詩689頁，嗰日主日聖餐禮拜完成。各位主內弟兄姊妹、家長朋友，歡迎嚟參加香港路德會聖福利堂聖靈降臨後第7主日嘅聖餐崇拜，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619頁，詩歌書619頁。主內親愛嘅弟兄姊妹們，我哋用虔誠嘅心，在上帝我哋天父面前赦我哋嘅罪，並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他赦免我們。我們嘅幫助是從主而來。主創造了天和地，我說我要向主承認我的過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惡。全能嘅上帝，慈悲嘅父啊，我這困苦可憐嘅罪人，向你承認我一切罪過，就是我生來已觸怒了你。應該今生和永遠受你的刑罰，但我因這些罪孽，心裏就憂愁痛悔。求你因你無窮嘅慈悲，並因你愛子耶穌基督聖潔無辜受苦而死的緣故，使我這貧乏嘅罪人用恩典和憐憫。你們既是這樣嘅承認，我就憑着被召而立為傳道執事嘅職分，宣告上帝恩典給你哋。並代表我主耶穌基督，按照佢命令赦免你一切嘅罪過，奉父子聖靈嘅名。至高之處榮耀歸於上帝，在地上平安喜悅歸於人，我會為全大人要讚美主，敬主，敬拜主榮耀感謝主，主上帝天上的光，主兩地父上帝，主獨生聖子耶穌基督。願主與你們同在。我哋要禱告，慈悲仁愛嘅天父，我哋嚟到你嘅聖誕節，向你獻上感謝與頌讚，
感謝主看顧保守我哋。雖然上一個主日喺9號風球之下，感謝主你透過科技，讓我哋依然可以安在家中去收看崇拜，一同去敬拜讚美你，領受你赦罪恩典同埋賜福。喺今個主日，蒙你嘅賜福保守，天氣晴朗，眾弟兄姊妹可以再一次嘅現場嚟到你嘅聖壇聖所去謳歌頌讚，聆聽你嘅話語，獻上感恩嘅祭，領受你赦罪嘅恩典與賜福，更加領受你嘅真身體和真寶血。懇求恩主藉着你嘅聖道聖言向我哋説話，特別今日嘅福音，主你再一次嘅俾我哋有好大嘅應許及鼓勵，因為你就係垂聽禱告嘅上主。主耶穌，你就係樂意聽我哋禱告嘅主，我哋滿心嚟到感謝你，懇求恩主你藉聖靈嘅大能感動堅固保守我哋信靠你嘅心，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邊，無論我哋或遇起跌，或遇順逆，讓我哋憑信心嘅仰望你，將一切嘅憂慮煩擾，一切嘅傷痛，都喺禱告中全然嘅交託給你。我哋深信，因為你就係垂聽我哋嘅禱告嘅上帝。我哋以上禱告嘅感恩交託感謝，係奉靠賴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嘅名。會眾請坐。今日早上各位人提記咗喺詩篇第138篇，由第1節至到第8節，喺舊約聖經760年。請陳淑嫻姊妹恭讀。詩篇第138篇，大衛的詩。我要一心稱謝你，在諸神面前歌頌你。我要向你的聖殿下拜，為你的慈愛和誠實稱讚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話顯為大，過於你所應許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應允我，鼓勵我，使我心裏有能力。耶和華啊，地上的君王都要稱謝你，因他們聽見了你口中的言語。他們要歌頌耶和華的作為，因耶和華大有榮耀。耶和華雖高，仍看顧低微的人，他卻從遠處看出驕傲的人。我雖行在患難中，你必將我救活。我的仇敵發怒，你必伸手抵擋他們。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的事。耶和華啊，你的慈愛永遠長存。求你不要離棄你手所做的。詩篇讀畢。今日先用書信記載喺歌羅西書第2章由第6節至到19節，喺新約聖經284面，請曾以榮姊妹恭讀。歌羅西書第2章第6節：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在他裡面生根建造，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你們在他裡面也得了豐盛。他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你們在他裡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禮，乃是基督使你們脫去肉體情慾的割禮。你們既受洗與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與他一同復活，都因信那叫他從死裡復活神的功用。第13節：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
神赦免了你們一切過犯，便叫你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又塗抹了在律法上所寫攻擊我們、有礙於我們的字據，把他切去釘在十字架上，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路來明顯給眾人看，就像着十字架誇勝，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節期用索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不可讓人因着故意謙虛和敬拜天使，就奪去你們的獎賞。這等人拘泥在所見過的，隨着自己的肉心，無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根節得以相助聯絡，就因神大得長進。小信讀畢。聽到段今日嘅福音，福音咪記咗喺路加福音第11章由第1節至13節，喺新約聖經97面，會眾請起立，請聽我讀出。路加福音11章第1節，耶穌在一個地方禱告完了，有個門徒對他說：求主教導我們禱告，像約翰教導他的門徒。耶穌說：你們禱告的時候要說，我們在天上的父，人都尊你的名為聖，要你的國降臨，要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有的飲食，天天賜給我們，赦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耶穌又說：你們中間誰有一個朋友，半夜到他那裏去說：朋友，請借給我3個餅，因為我有一個朋友行路來到我這裏，我沒有什麼給他擺上。那人在裏面回答說：不要攪擾我，門已經關閉，孩子們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來給你。我告訴你們，雖不因他是朋友，起來給他，但因他情詞迫切的直說，就必起來照他所需用的給他。我又告訴你們，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着，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你們中間作父親的，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求魚，反拿蛇當魚給他呢？求雞蛋，反給他蠍子呢？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他的人麼？今日嘅分讀畢。天上流，翻住啲聖詩630面，而家從尼西亞信經譯信630面尼西亞信經。我信獨一上帝，上帝的父，是創造天地和有形無形之萬物的。我信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在萬世以先為父所生，出於上帝而為上帝，出於光而為光，出於真神而為真神，非生而非受造，與父一成，萬物都藉着他受造，能夠讓世人從天降臨。因聖靈從童女瑪利亞成了肉身而為人，又在每的彼拉多手下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受害在作，藉着你話第3天復活，聖經
子而出，與父子同樣受尊敬、受榮耀。他曾藉着眾先知説話，我信藉使徒所立的獨一聖經教會，我借領藉所立的獨一聖洗，我望死人復活，和來世的永生。阿們。會唱請坐。請同唱詩歌313。願主嘅恩惠平安從父上帝並救主耶穌基督歸於在座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阿門。喺開始講道之前，我一齊祈禱。慈悲仁愛天父，我哋恩主求你再一次使用我這個卑微無用僕人嘴唇，讓我所宣講嘅眾弟兄姊妹心思意念都蒙你賜福造就悅納。係求你嘅聖靈喺我哋每個人生命嚟到動工，透我卑微無用僕人嘴唇所講嘅道，你聖靈親自去轉化，去感動人心。我哋以上禱告、感恩交託，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如果大家係讀呢個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嘅小學或者中學咧，一定咧你翻學咧就會背咩主禱文喎。我們在天上的父啊，天主教個版本可能有啲譯音嘅字唔同，但係基本上都係主禱文。而我哋今日咧剛剛阿長老幫你讀出嘅路加福音11章裏邊咧係1至4節，其實正正就係耶穌教導門徒嘅主禱文。咁不過咧，你會發覺呢個路加福音嘅主禱文咧，同你平時讀嗰個有啲唔同係嘛？唔同嘅咩？係少咗啲嘢嘅，係短咗啲嘅，因為咧係冇咗後邊嗰個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嗰度冇咗㗎。其實跟住咧，耶穌講完俾呢一個嘅門徒聽，因為呢個馬太福音第6章，依家我哋崇拜同埋中小學背嗰個版本係馬太福音第6章個版本嚟嘅。我哋今日讀呢個路加福音，因為4福音咧只有馬太同路加係有記載主禱文。
耶穌教導完，當啲門徒問耶穌教佢點樣禱告，佢就講咗主禱文出嚟。跟住耶穌亦都進一步咧，讓門徒明白上帝聽禱告，天父係聽你嘅禱告。天父點樣聽你禱告啊？於是乎耶穌就再用一個嘅比喻，講到咧一個朋友夜媽媽去揾人借餅俾朋友嘅比喻。跟住耶穌就喺呢個比喻裏邊，我哋嘅和合本聖經譯做情詞迫切啊。咁無論希臘文、英文咧都譯得好困難呢個意思啊。咁有位前輩咧，即係而家返咗天國嘅楊木谷博士咧，神學教育學，佢話如果廣東話譯做咩咧？死掠啊！廣東話一個譯得比較，如果廣東話譯咧就係死掠，係掠。跟住耶穌繼續去講天父，佢點解會聽你嘅禱告？天父點樣聽你嘅禱告？就好似咧父親咧對住個仔一樣，兒子當個兒子向父親去祈求嘅時候，父親當然係俾應承同埋俾最好嘅嘢佢啦。所以跟住耶穌又講咗一個嘅比喻，講求餅係咪唔會俾石頭，求魚唔會俾雞蛋，咪求魚唔會俾蛇，求雞蛋唔會俾蠍子啊！呢個嘅比喻，咁呢啲係咩意思咧？咁咧我哋以下落嚟咧就去一同去思考下啦。但係咧喺今日嘅講道裏邊，今日嘅經文其實個中心思想就係天父係聽你嘅禱告嘅。咁我又一樣咧，今日又會用一個嘅故事嚟到開始，又用另外一個嘅故事嚟到結束啦。呢個故事又或者大家當係一個笑話啦。話說好多10年前，我諗差唔多可能係七八十年前，美國有個小鎮有一間禮拜堂，咁嗰陣時禮拜堂木搭嘅木做㗎。咁咧話說喺間禮拜堂嘅對面咧，竟然起咗間妓院喎，即係廣東話叫雞竇咁啊，起緊啊！啊！呢間教會人見到話喺教會對面起雞竇，有冇搞錯啊？起妓院，於是佢哋點啊抗議，同埋我哋發起祈禱啊，唔好俾佢起妓院。咁啲人就發起祈禱啦，一齊祈禱。咁啊見到佢哋又嘈啦，喺度祈禱。咁咧就呼籲啲弟兄姊妹一齊祈禱，唔好俾佢起妓院。好啦，結果佢哋祈咗禱幾日之後，將呢個妓院就嚟起成嘅時候，發生咩事啊？忽然間，一道嘅行雷劈落呢間就嚟起完嘅妓院嗰度，咁間妓院係木搭㗎嘛，即係嗰陣時啲樓木搭，就着火啦，一燒，結果就成間妓院就燒晒啦。喺呢間啲基督徒呢間教會嘅弟兄姊妹見到妓院燒咗，梗係好開心啦，感謝主聽禱告喎。喺呢個時候，妓院個老闆，因為佢都知佢哋喺度祈禱㗎嘛，因為佢周圍講嘛，妓院個老闆又好興。梗係你祈禱燒咗我間教會啦，咪燒咗我間妓院。於是就即係你知美國已經打官司、民事訴訟、羅說就告上法庭，我要告對面間教會，因為佢哋祈禱咧令到我間妓院燒咗。咁啊上到庭啦，咁個法官就問啦，就問嗰個教會嗰啲人，即係教會嘅牧師啦，同埋班執事，喂，依家呢個妓院告你喎，告你話你祈禱咧搞到佢燒咗喎。咁你知間教會點講？即係要佢賠錢啊嘛，要你賠晒算。唔係，梗係唔係啦，唔關祈禱事嘅，冇，上帝冇聽到禱告，冇。跟住嗰個法官又問嗰個主控嗰個妓院即係嗰個妓院嘅老闆啊，佢話冇喎。咁啲妓院個老闆講咩？我相信上帝係聽禱告，我相信上帝係聽禱告。咁跟住嗰班教會嘅牧師執事就話：唔係，上帝邊有聽禱告啊？冇，唔關事。嗰個老闆就唔係啊，好大聲嘅吠：上帝聽禱告啊！個法官真係暈咗，又笑又暈。究竟點解會調翻轉嘅咧？喺呢件事上面，基督徒就死都話唔係嘛，上帝冇聽禱告。反而嗰個唔係信耶穌妓院嘅老闆，死都話上帝係聽禱告。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其實好多時，我哋嘅祈禱會唔會都係充滿住為自己嘅利益呢？我哋只係為我哋自己自身想要嘅嘢呢？或者我哋達到我哋期望嘅嘢呢？其實今日嘅福音裏邊係包含咗好豐富嘅意思。點解我哋中小學
你發覺要背主禱文啊，係嘛？無論天主教會、基督教會，其實喺聖經裏邊冇講過要背主禱文呢樣嘢喎。咁原來咧呢件事咧係來自公元100至150年咧，有一個叫做 The Legacy of 12 Apostle。Legacy of 12 Apostle 中文譯做咧12使徒遺訓。12使徒遺訓咧係一個好緊要嘅文獻，喺公元100年嘅至150啦。有啲學者認為可能去到50年，但係12使徒遺訓並冇擺喺我哋聖經裏邊嘅。咁12使徒遺訓裏邊咧，其中一項咧就係話教會咧叫基督徒應該每日都要讀主禱文，最好每日讀3次。另外亦都係12使徒遺訓咧，之前都講過一陣，我哋會領聖餐。其實你又抄嘅成本聖經咧都冇講過。洗咗禮先可以領聖餐係咪？你發覺今日天主教、基督教，無論包括埋你話異端到，我哋全人類所有信奉基督宗教咧，一定係洗咗禮先領聖餐。但係聖經幾時有講？保羅都冇講，暗示都冇。原來咧，邊個話洗禮可以領聖餐？當然教父有講，但係咧呢個叫12使徒遺訓裏邊有講嘅噃，有講嘅喎。誰有資格領聖餐啊？我唔記馬丁路德後期啊，係。那些領受咗洗禮歸入基督嘅人，才配領受聖餐。喺早期嘅教會，好多嘅規矩制度喺公元9幾8年裏邊慢慢形成咗，影響咗後世。結果全個地球嘅無論天主教、基督教咩會，我哋都遵守住呢一個嘅呢一啲嘅你可以話規矩。雖然聖經冇清楚去講。既然12使徒遺訓咁樣講，當然唔單止12使徒遺訓，其實仲有好多嘅教父嘅著作，好多人咁講。當然我哋喺大家睇，我如果上個洗禮班會送一本叫咩《馬丁路德小問答》係嘛？你喺弟兄姊妹阿細權媽媽就好多人收過，阿 Tommy 應該都收過本小問答。小問答我解釋嗰個點解用主禱文咩意思㗎？咁嗰個係後期去到16世紀公元1529年後冇咗1529至1530啊，已經後期嘅事。所以當你話唔識祈禱，當你好擔心嘅時候，其實或者我都唔知點祈禱，其實你可以照練主禱文。咁當然你唔好似練背書咁啦，你係慢啲，慢慢去感受下我們在天上的父啊嘛。咁阿 Jessica 姊妹都講過有套電影講驅魔啊，就係嗰個驅魔人就係講主禱文嘅。咁今日唔講咁多住關於主禱文啦。因為咧比較多嘅篇幅咧需要解釋下點解耶穌跟住講個朋友借餅個故事。因為猶太人間屋咧就似足依家香港嘅納米樓，我講窮人啊，大家知咩叫納米有200幾尺嘅。咁咧猶太人嗰間屋咧，一屋咧裏邊一到夜晚咧就會通常唔係有錢嗰啲，就會佢哋養雞養牛噶嘛，係咪養啊嘛？就會咧嗰啲窮嘅人咧就會將嗰啲雞羊第一驚走失啦，第二俾人偷啦，第三有狼啊嘛，就擁晒入間屋裏邊。而窮嗰啲猶太人一般嚟講間屋咧，大約等於我哋依家大概唔會多過400尺、300尺度，可能好細嘅窮人。咁間屋你諗下啦，一家大細住喺裏邊，廚房喺屋裏邊，嗰啲雞鴨牛咧，即係佢養生咗拱翻入去間屋裏邊。咁啲人通常窮嗰啲就會點咧？就會喺地下度瞓嘅，咁咩事咧？咁而大家唔好忘記。猶太人咧以前啊嘛，唔係依家大家點啊？上下網先，睇下 Netflix 先啊嘛。猶太人好早瞓覺嘅，一夜晚之後就基本上冇咁唔會好似我依家啲人去11點12點咁瞓啊嘛。咁你諗下，佢瞓咗，有人嚟敲門，咁你會諗下你間屋裏邊有雞，即係有好多即係唔係寵物啲家禽喺度，跟住有人瞓喺地喎，咁啊俾人哋敲門叫你攞個餅喎，個廚房喺裏邊㗎，唔係室外㗎，係室內嘅。即係嗰窮人就喺室內，咁你諗下會點啊？好煩喎係嘛？雞犬不寧，會搞到咁要廚房攞個餅俾佢。但係因為佢呢個雖然聖經話佢唔係朋友都，因為佢咩情詞迫切啊嘛，係咁翳我咪幫你咯，俾個餅你啊，派咗你。第二個耶穌講一個比喻就係講當你咧去禱告嘅時候，其實天父咧嗱。唔好調轉，唔好有啲人寫書就話咁我哋死逼天父一定應承我啊，唔係咁嘅意思。耶穌唔係想講話叫你哋祈禱嘅時候，所以你係都要
死女啊，或者你要好逼上帝聽你禱告，而係佢用呢個比喻去解釋，當人向神禱告嘅時候，一個朋友啊，其實你留意咩叫比喻？一個朋友同佢唔 friend 嘅呢度留下，雖不是朋友，你睇下和合本，唔係朋友走嚟嗌我啊，我都俾個餅佢啦。耶穌想講咩？更加何況你嘅天父，佢係聽你禱告，天父係會聽你禱告。第三，當佢講到求餅唔會俾石頭，求魚唔會俾蛇，求雞蛋唔會俾蠍子，咁點解呢度咁即係咁相反或者咁極端嘅嘢咧？首先咧，猶太人食嘅餅係無酵餅，佢嘅麵包無酵啊，即係唔係發酵，因為發咗會發毛。咁點咧？當猶太人嗰啲無酵餅焗完之後，個樣係啡色嘅，啡黑色，離遠睇咧就同嚿石頭差唔多。如果擺埋整蠱人咧，你將個麵包焗完之後用，即係佢哋嗰啲無酵嘅，焗完之後擺埋同啲石頭一齊咧，係好似嚿石頭似麵包嘅。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嗰個典故，點解當日耶穌受試探咧，魔鬼叫耶穌將石頭變麵包啊？因為你望咗啲石頭，你就會諗起麵包好似樣嘅，好似樣第一樣。第二，點解魚會變咗蛇咧？嗱，猶太人咧，大家知猶太人係唔可以食冇鱗嘅海產，利未記第11章，舊約利未記11章，冇鱗嘅海產，除咗貝殼龍蝦，即係我哋唔係好食嘅，全部唔食得。我哋中國人最中意食嘅鱔，大家知咩鱔？一條條嗰啲唔食得，即係連倉魚都唔食得，冇鱗啊嘛。猶太人到今日都係㗎，唔食得㗎，冇鱗。咁如果咧啲漁夫咧，猶太漁夫喺個網度打到啲鱔，好似條鱔嗰啲上嚟，即係點啊？佢哋抌翻落海嘅，佢唔食得啊嘛。咁而咧，因為古代咧。你唔好忘記，古代唔係今日嘅生物學咁犀利，佢就唔會叫嗰啲做鱔嘅，即係一條條咧。我記得我好細個嗰陣時去街市買餸咧，我好細個嗰陣時讀緊幼稚園定小學，我仲問我嫲：咦，點解有啲蛇喺度嘅咧？咁我嫲話啲鱔嚟嘅，我唔知一條條，好似即係好似㗎嘛。猶太人就當呢啲其實係蛇嚟嘅，其實佢係我哋嘅鱔，或者依家啲人最興講嗰啲咩鰻魚啊嗰類嘢，嗰類生物。總之冇鱗唔食得。第二樣嘢就係因為佢哋鬧。咁第三個點解呢一個蠍子點解雞蛋咧？咁喺沙漠呢個其中一啲嘅解釋可能性，因為咧喺沙漠猶太人嗰個沙漠裏邊有啲蠍子嘅。咁啲蠍子產卵嘅時候，嗰條尾就會冚住。就唔係好似我哋一見到啲蠍子伸晒槓咁樣嘅，佢會成隻將個尾冚住，捲埋一嚿似咩？似雞蛋。而嗰個沙漠中東嗰啲蠍子咧，個樣係雞蛋嘅顏色，嗱，好似我哋雞蛋顏色，即係唔係白色嗰啲雞蛋，係啡雞蛋。咁條尾咧就捲咗上去之後，就成隻離遠睇咧，你唔知啊，以為係雞蛋。咁如果你走埋一掂，佢有咩後果啊？俾個蠍子咪啄你咯。點解耶穌講呢三樣嘢想講乜嘢？即係話上帝嘅禱告唔會俾啲咩睇得唔食得嘅嘢俾你嘅。神聽禱告唔會整蠱你，更加唔會煽你。就好似咧個父親個兒子求個父親俾雞蛋，佢就俾一隻蠍子佢。上帝第三部分耶穌想講嘅，呢位上帝係聽你禱告，佢聽你嘅禱告唔會俾啲睇得唔食得嘅嘢你。唔會俾啲煽你嘅嘢、整蠱嘢嚟啊！你甚至係令到你受傷，唔會。佢想講嘅神係俾最好嘅嘢你，乜嘢係最好？所以最後經文佢講會將聖靈俾我哋。如果你睇翻另一啲嘅經文，馬太福音係冇講俾聖靈，而路加係講聖靈。咁因為路加同使徒行傳咧係比較多講聖靈嘅書卷嚟㗎。咁咧。咁點解要俾聖靈？我哋基督教信咩啊？包括埋天主教，三位一體係嘛？洗禮班嗰個聖父、聖子、聖靈。聖父創造宇宙萬物，唔係聖子唔喺度，聖子都喺度，但係聖父出手。聖子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嚟救贖我哋，係咪話你細個聽十字架？聖靈做咩嘅？喺我哋裏邊。每一個信耶穌嘅人，你相信耶穌，由你未相信耶穌，其實佢都喺度，佢同感動緊你。當你信嗰刻、信嗰日、相信嗰日，
有啲人係受洗歸，或者有啲教會叫決志啦嘅時候，聖靈進入你裏邊，佢保護你，同你一齊。所以約翰福音用咗另外一個希臘文翻譯做保惠師係咪 ？Paraketas 呢個字保惠師啊，其他3卷書冇用呢個希臘文，亦都冇保惠師呢個字 Paraketas 啊，我啲希臘文渣。咁咧呢一個保惠師喺約翰嘅筆下叫做 Paraketas， 喺呢度好喺呢一個路加、馬太、馬可就咁叫聖靈。聖靈喺你裏邊，將最好嘅就係聖靈，神與你同在，佢保護你、保守你，使你唔使驚。好似一位聖經學者Alison Charles 佢話聖靈俾求上帝嘅人，喺聖靈就係喺路加福音裏邊，就係神賜俾佢嘅子民啊，最大嘅禮物啊，使佢哋擁有屬靈嘅智慧、力量同埋能力，喺地上邊咧去成就上帝嘅旨意。而點解有人話喂，咁其實神係全能噶嘛？咁點解我哋唔使祈禱神都知噶嘛？咁呢樣嘢咧，咁啊馬丁路德有答案講俾大家聽啊。馬丁路德點講咧？馬丁路德喺大問答裏邊啊，我送俾大家本叫小問答，大問答就好厚嘅，所以送唔到俾大家，好厚。咁啊喺嗰本磚頭書協同書裏邊，馬丁路德話主禱文充分指示應當關心我哋同別人嘅需要，因此主禱文。點解要讀主禱文？就係提醒我哋加深印象，唔好喺禱告裏邊疏忽，即係疏忽為人祈禱啊！要唔好疏忽呢樣嘢。我哋都要十分需要嘅問題，我哋感覺唔到，但係睇唔到嘅。但係上帝亦都咧同樣希望咧，佢係聽到你訴苦嘅喎。佢咧係希望聽到你咧表達你嘅需要，你嘅缺乏嘅。但係佢知道嘅。咁點解佢仲要你講啊？原來最後馬丁路德話咩？點解上帝要你講？因為上帝要燃點你嘅內心，使你更有力、更有大嘅願望，打開你個衣領，即係打開件衫嘅袋，領受許多東西，即係領受上帝嘅賜福啦。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喺你哋嘅人生裏邊，或者咧喺我哋信仰嘅歷程裏邊，當然啦，就算唔使統計。你一定會諗到，或者一定會記得，好似咧我祈禱好多次咧，10次都只係得1-2次係上帝聽嘅喎。但係唔好灰心，我哋唔好咧懷疑，因為我哋要相信呢位神。正如今日喺福音裏邊嘅講嘅嗰個耶穌所教導嘅比喻裏邊，朋友借餅同埋咧求魚，唔係求餅唔會俾石頭，求魚唔會俾蛇，求雞蛋唔會俾蠍子嘅。上帝係樂意。聽我哋禱告，我哋嘅天父係聽你嘅禱告，以至到佢將最好嘅就係聖靈俾我哋。好啦，最後又講一個真實嘅經驗嚟到發生。喺未講呢個真實嘅經驗之前咧，咁有啲執事應該知道啦。星期一咧，阿廖牧師入咗醫院，咁啊嚇咗我一跳，咁咧就暈咗喺屋企，突然暈到啊！咁咧就叫白車，因為佢就係暈咗，唔知咩事，咁咪 call 白車啦。星期一啱啱星期一，咁因為好夜啊，咁我諗下，我又咁夜去屯門，因為佢入咗屯門醫院，咁啲人話佢即係開始有啲昏迷，咁我好擔心啦，咁我話入去睇佢啦，咁啊嗰陣時咁啊我又諗我又唔係醫生都幫唔到，入咗急症，咁啊第二日咧我就去屯門醫院睇下廖牧師啦，咁啊即刻趕嚟，咁啊去到佢已經醒咗啦，咁我初頭問係咪中風定咩啦，咁佢原來咁佢話一入去醫生咧，屯門醫院照個頭咧，有次嗰時我睇咧，照晒呢啲位照又驗血驗咗幾個驗咗3次係咁驗，唔係中風，咁啊懷疑佢食嗰啲藥嗰啲感冒藥，因為佢之前嗰個醫健通睇到嗰啲藥咧係轉咗一啲嘅感冒定咳藥水，嗰啲藥可能導致佢過敏定點咧就暈到嗰個人。喺佢第一日出事嘅時候，我嘅契女即係佢大女 Candy 就 WhatsApp 問我。喂，契爺，我爸爸入咗醫院啊，佢好擔心啦，喺度喊。咁我就話，因為佢喺台灣，因為佢去咗台灣做一啲 training 啊，學習。咁我話我哋為咗禱告嘅，咁你唔通即刻飛翻嚟香港咩？你飛翻嚟都冇，同埋佢未必即係唔知咩事啊！嗰一刻星期一，咁我哋個個都係即係為你祈禱。我當一刻真係好迫切咁禱告。咁啊感恩星期二，咁我去到佢醒咗啦，咁啊星期三就出咗院翻咗屋企啦，咁再復診。呢一個就係情詞迫切，
當我哋嘅禱告情詞迫切嘅時候，神係聽禱告。最後我講嘅呢一個真實嘅經歷嘅故事。咁喺2024年嘅時候咧，我就去咗澳門探何牧師啦。咁如果佢哋有啲印象啦，阿泳兒同埋阿朱 Sir 都知嗰次因為打風啊，我翻唔到香港，結果就直播我嘅講道。嗰日係直播咗我嘅講道嘅聚會嗰度嚇，即係如果大家即係睇翻，咁咧我去咗澳門，咁啊冇可以直播講道，但係發生咩事咧？嗰3日係打8號風球，而我出門口去澳門之前，我係唔知，即係冇 aware，即係冇留意到係打8號風球嘅。結果我屋企係唔記得閂窗，哇！大家知咩事啊？嗰次風球好犀利㗎，舊年暑假嗰次係好犀利，唔係都唔會掛幾日。我喺澳門係翻唔到嚟香港，停咗幾日。咁咧，我當時諗大鑊啦，有啲弟兄姊妹嚟過我屋企啊嘛，我有個電視好近窗，咁我間書房又好多書又好近窗門。咁啊啲8號風球啲雨咁犀利，大家知8號風球啲雨一定好犀利嗰陣時。咁我只能夠祈禱，真係祈禱。咁咧仲要咧喺個窗邊嗰度咧，我太太最中意嗰隻公仔蒙豬豬啊，即係蒙豬字啊！阿泳兒都係嗰隻好大嘅，成如果要買咁要千幾蚊，我諗嗰陣時，即係感恩，我要講感恩就係因為我識我太太之前佢買咗，如果唔係咧就我買，真係後來我買嗰隻細嘅啫，唔使買隻咁巨嘅嚇。係啦，咁啊感謝主，咁嗰隻公仔咧就擺喺窗邊喎，喺個窗側邊個梳化嗰度，咁我真係祈禱嘅，我都唔敢想像屋企發生咩事，究竟會濕晒。我仲諗緊我屋企咧，就算唔爛晒，你諗下冇閂窗會有咩後果？咁啲肯定落雨濕晒，竟然翻到屋企，你係好神蹟奇事，係2隻窗開晒，係開晒隻窗嘅，即係好似啲窗開晒。書房開晒，係吹開晒咁樣90度，廳吹開晒90度，兩窗冇一塊玻璃爆喎，即係窗冇爛到，跟住第一係冇水嘅喎，一滴水都冇，嗰隻星星即係我叫星星冇豬住，冇濕嘅喎，咁奇個電視冇事喎，最犀利我書房有啲如果弟兄姊妹望個書房，即係好亂個書房，張書冇濕喎。仲要我部電腦、我部 notebook 又係擺喺窗邊，因為我張台係窗邊就我做嘢，冇濕嘅，淨係好多垃圾啫，即係可能啲垃圾吹入嚟，好多垃圾吹入嚟。我好相信係天父保守，因為你諗下，神俾我睇到嗰啲窗開晒，你諗下8號風球仲要幾日，我唔喺香港啊，個地下竟然冇水喎，有啲一點點好細點嗰啲，唔係濕晒喎，個電視又冇事。我最要個書房，我心諗死梗啦，因為好多文件嗰啲紙咧擺張台面外，咁肯定吹到冧晒，冇喎，全間屋冇嘢喎，淨係好似有啲垃圾飛入嚟喎，玻璃冇爆。我相信，我想講嘅天父，我哋嘅天父係聽你嘅禱告，佢嘅保守，佢嘅奇妙作為超乎我哋所思所想。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天父係樂意聽你嘅禱告。就好似咧地上嘅父母咧，樂意聽佢嘅兒女同佢傾偈一樣。路加福音11章13節提醒我哋：天父，你哋咧雖然唔好啊，即係話當時嗰啲人啊，尚且知道咧俾好嘅東西俾兒女，何況天父更不將聖靈給求他嘅人啦。因此弟兄姊妹，希望你今日都記住呢個信息，無論你發生咩事，無論你發生開心唔開心，或者咩困難，你更加要仰望依靠三位一體嘅上帝，因為聖靈就喺我哋生命裏邊。上帝樂意係聽你嘅禱告，同你一齊去面對經歷困難同苦難，因為天父係聽你嘅禱告。但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阿們。會眾請起立，我哋啲同伴啦，仲要聖詩632面，我哋同唱奉獻文。
舉行奉獻，奉獻期間我哋奉上本地嘅詩歌，偶然遇上的驚喜。唐罕來葉，唐罕來葉，偶然遇上的驚喜。麻煩師娘同你彈一次。踏遍路途千萬里，途中跌倒過，攀不起。茫茫的心更困累，全然交瘁，無助身軀早已沒有力氣。彷徨中遇見熱誠的薄臂。人潮中碰到你，多驚喜。前路即使千尺路，跟你在身旁，縱使風風雨雨，面確想起。能在絕望孤單中偶然遇到你，是我根本不會受的福氣。來日我永遠滿途挑戰，能贈我勇氣，完全是你。中國愛未忘記你。會眾一同起立，一同為我哋奉獻禱告。主人，我哋基我哋感謝讚美你。亦都在你眾弟兄姊妹平安嘅翻到你嘅教堂裏邊敬拜侍奉你，唱詩讚美你。喺你聖誕前，我哋同領主耶穌嘅真身體、真寶血，使眾人嘅罪得赦免。隨禱告嘅主啊，感謝你教導我哋用主禱文禱告，求你主你曾應允我哋祈求，就答應我哋所求。你係有求必應嘅，願你一一保守我哋在地上嘅生活，叫我哋身體健康、身心愉快、老有所依，亦使佢哋步履平穩。我哋少年求學嘅，亦叫佢哋健康成長、學業有成。我哋謀事作工嘅，求主你保守個人在職分上堅守。我哋嘅教育傳福音，以及教育事工有賴主你看顧保守，我哋奉獻係從主嚟，願你悅納祝福，都叫我哋運用喺榮神益人嘅事工上面。我哋祈禱交託，係奉賴救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阿門。請會眾議員站立。請打開詩歌書635頁，詩歌書635頁，聖餐禮嘅部分635頁。願主與你們同在，願你們同心仰望主上帝。我們要感謝主，我們的上帝。實
在真正有益的、正當合理可行的，就是無論何時何地，藉著基督，我們的主，感謝主聖潔全能的父，永在的上帝。所以我們同着天使、天使長、天上全軍，高聲歌頌你榮耀的名，時時讚美你，而且説：聖在，聖在。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我主耶穌基督變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給門徒說：你們拿着吃，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約，就是為你們流出來的，是罪得赦。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願主的平安與你們同在。現在司法聖餐，凡係本會堅振禮教友，話你相信呢個餅係主耶穌嘅真身體，呢個酒係主耶穌嘅真寶血，歡迎你前嚟同領主耶穌基督嘅真身體、真寶血。請。
妹拿着救主耶穌基督嘅手寫真身體，姊妹拿着救主耶穌基督嘅手寫真身體，頂拿着救主耶穌基督嘅手寫真身體，姊妹拿着救主耶穌基督嘅手寫真身體。願救主耶穌基督真身體真好嘅，堅固保守你真信心，直到永生。願你平安。姊妹拿着救主耶穌基督為你所寫真身體嘅真道，姊妹拿着救主耶穌基督為你所寫嘅真身體，姊妹拿着救主耶穌基督為你所寫嘅真身體，弟兄拿着救主耶穌基督為你所寫嘅真身體，姊妹拿着救主耶穌基督為你所寫嘅真身體。願救主耶穌基督真身體真道理，堅固保守你真信心，直到永生。願你平安。願救主耶穌基督真身體真道理，堅固保守你真信心，直到永生。
嘅真身體真寶血，基督保守你真信心直到永生，願你平安。主耶穌基督為你所生真身體要真，姊妹拿著救主耶穌基督為你所生嘅真身體要真，弟兄拿著救主耶穌基督為你所生嘅真身體要真，弟兄拿著救主耶穌基督為你所生嘅真身體要真，姊妹拿著救主耶穌基督為你所生嘅真身體要真，弟兄拿著救主耶穌基督為你所生嘅真身體要真，姊妹拿著救主耶穌基督為你所生嘅真身體要真。願救主耶穌基督真身體真寶血，堅固保守你真信心直到永生，願你平安。佢哋都係小人。請起立，打開詩歌書649頁，649頁同唱西面頌649頁。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我哋要禱告感謝主，我哋感謝全能嘅主上帝，因你用救人嘅恩賜使我哋清醒，
求你嘅慈悲將這恩賜堅固我哋信你嘅心，使我哋彼此相愛心，因此更加親熱。藉着耶穌基督我哋嘅主，同你和聖靈活着掌權，永遠為一位上帝，世世無窮。願主與你們同在。我們當稱頌主。主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主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主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各位請坐。現在係報告，咁報告呢就係報告之先，我哋讀一讀唐刊首頁佢金句啊，何牧師揀嘅金句啊。唐刊首頁腓立比書2章4節啊，我哋一人讀一讀啊。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立比書2章4節。好，咁呢就首先呢，我哋要歡迎啊，因為今日應該係第一次嚟參加崇拜嘅顏思賢弟兄啦，喺度係，咁咧係嗰啲掌聲先。咁佢咧就做過一集 Frankie 牧師會友室嘅嘉賓嘅。咁咧佢係沙倫堂嘅教友啦，亦都係沙倫堂之前喺沙倫堂都做過執事。咁而家喺神學院咧讀緊咧之前完成咗 MTS 啊神學研究碩士學位，咁依家再讀埋 MD 道學碩士學位。咁咧就係啦，咁啊今日嚟到同大家即係嚇見下面，咁同埋咧。係大家嚇交流下先啊，體驗下我哋嘅風土人情啊。好，咁我哋今個月咧嘅 Frankie 牧師會友室咧，大家上網重溫咧就會係7月12號咧，我哋已經係直播訪問咗以林堂一位教友叫柴哥啦。咁佢係一個嘅導演嚟嘅，佢喺TVB 啊、ATV 啊同埋 ViuTV 都分別做過導演嘅。咁依家喺迪士尼樂園咧就控制嗰啲燈光同埋打字幕嗰啲。嗰個叫 production 啊，即係製作部嘅主管咁樣。咁咧佢講佢嘅經歷啦，大家翻上去可以重溫下去講，即係點樣。雖然佢係中學時代翻教會，但係都經歷好多嘅困難啊、波折啊，甚至婚姻路上邊嘅一啲嘅衝擊啊。咁但係咧，上帝嘅保守啊，咁佢依然咧係繼續嘅信靠主。咁啊，再一次賣下廣告啦。佢咧唔係一開始翻路德會嘅，佢翻過唔同嘅教會，但係佢嚟到路德會之後咧，當然啦，佢去咗以林堂，感受咧位好有基督心腸嘅劉牧師啦，同埋阿廖牧師，佢哋啊特別係廖牧師，佢話好即係好好人嘅廖牧師。咁所以咧，佢就即係嚟咗我哋路德會啦。咁另外咧，我哋今個月嘅去康翠咧係7月31號，因為咧要就啲活動。咁我哋嚟緊禮拜四就會再去康翠宿舍，上晝10點半去康翠宿舍，下晝1點半呢個康平宿舍會分享聖經啊、唱詩同埋係為佢哋禱告祝福嘅。如果可以幫手嘅弟兄姊妹就請與我聯絡啦。7月31號，咁8月亦都會8月都約咗8月21號，8月21號應該係就會再去康翠嘅。咁啊8月份咧 Frankie 牧師會友室咧咁就犀利啦！我哋繼續咧就請阿姜樂文博士牧師咧就講埋下集，因為阿姜牧師咧係 SEN 啊特殊兒童啊，佢嘅成長好困難，即係講嘢啊各方面。咁啊點解由一個成長咁困難嘅人咧可以做到牧師咧，更加仲要讀埋博士咧？咁啊所以咧就要佢分享啊。咁不過今集咧就講下佢嘅小朋友啦。咁啊姜牧師有3個小朋友好犀利，但係佢其中我冇記錯1個小朋友係有 SEN， 都係有呢個困難。咁佢點樣？佢亦都周圍開講座咧，教啲家長咧點樣照顧或者幫助啲有特殊需要嘅兒童咧成長，即係依家叫 SEN 啊 ，Special Education Need 啊，特殊教育需要。咁咧係包括咗以前嘅讀寫障礙、語言障礙、專注力不足、亞氏保加症等等好多啊，過度活躍症、ADHD 全部依家政府咧就唔分啦，就納入咗叫 SEN 特殊教育需要。咁另外我哋亦都係啦，咁繼續我哋每個禮拜3有呢一個嘅職場靈修啦，大家10點鐘可以上網收聽嘅收看係。咁亦都咧啱啱咧我感恩去探咗潘圖婆婆啦，即係
麗莎同埋海莉嘅媽媽，103歲，我哋本堂最老㗎啦，犀利。咁佢仲有老人院，咁雖然佢唔喐得，亦都唔可以食我哋嘅正常餐，可以食啲糊仔嗰啲，咁但係都好精神啊！見佢面色好，103歲啊！我覺得第一次見啊，即係咁多同埋幫佢103歲人嘅洗禮，佢舊年洗咗禮，咁都係我哋嘅弟兄姊妹啦。雖然佢翻唔到嚟㗎啦，亦都行動唔到㗎啦，咁但係咧，我哋都讓佢感受我哋嘅關心啦。咁所以咧，我星期四同阿麗莎同埋海莉阿堅哥嚟去探望佢啦。咁啊又係一樣啦。咁下個月我哋會再安排咧其他嘅探訪，咁我哋會喺探訪群組嗰度會公佈出嚟嘅。咁另外亦都如果有弟兄姊妹唔好客氣咧，就話俾我聽，我哋咧就會盡力安排。咁除咗探訪之外咧，咁我咧大家知我有個我和教有個飯局嘅，咁啊張太前應該再上個禮拜同我咧就有個我和教食早餐啊。因為咧，即係大家都明白呢度地方就淺窄，因為我哋1至6咧呢度要上堂唔可以用嘅，辦公室都用唔到㗎啦。因為要3日俾就係 SEN 啊，照顧 SEN 特殊兒童2日俾社工啊，咁所以咧我哋敷晒。咁所以我咧小博咧就出去同大家飲下茶、食下飯、傾下偈嘅。咁大家即係好多弟兄姊妹都遇過，即係都嘗試下可以即係同我之前嘅大家樂啊喺邊度啊，我哋可以飲下茶、傾下偈，為你禱告嘅。咁咧就因為呢度即係嘅地方所限啦，同埋崇拜完咗之後，我哋都未必夠時間啊，招呼不周啊，請見諒啊，未能夠同每位弟兄姊妹打招呼啊、傾偈啊，或者聽你嘅心聲啊，同你禱告。咁所以約咗今個禮拜約咗阿細權媽媽啦去食飯啊，咁啊大家放心啊，唔使要你請。不過唔知點解好多弟兄姊妹爭住埋單啊，甚至阿麗莎你爭住埋單。咁咧係咁啊，大家放心啊，即係小朋友有錢俾啊，唔使驚啊。咁我哋會係咁啊，唔係要你請嘅，咁就一齊分享嘅。最主要聽下你嘅聲音，聽下你嘅心聲啦。咁因為我哋真係冇乜咁嘅時間可以大家傾偈。請大家咧就唔好係話俾我聽，我哋可以相約，即係去一齊食下飯、飲下茶、傾下偈。如果你屋企有啲人屋企未必咁方便，我哋上門探嘅，係啦。咁請問仲有冇其他報告或者分享？感謝師傅啦，朝頭早嗰陣時都會收到一啲信息啦咁樣嘅，咁就關於但以理9章啦，就講到但以理咧，佢讀到知道咧係耶利米書，就知道咧原來咧係佢哋耶路撒冷咧被毀咧嘅年期咧就70年到㗎啫，咁佢哋國家可以翻去重建聖殿。於是乎佢咧做嘅咧就係禱告，然後咧係認罪，跟住做悔改。佢就天使咧就加百列就嚟過去按手喺佢身上，就將咧係一啲異象顯示俾佢咧係關於人類嘅歷史，包括埋係建聖殿啦，第一次呢個巴比倫入嚟啦，同埋咧係波斯啦、王朝啦，跟住係希臘啦，跟住咧就羅馬，一路顯示即係啲異象顯示又解釋俾佢聽。咁佢個年代係啱啱嗰陣時老年啊，波斯時間啊，咁咧佢正係波斯非常之鼎盛喎。咁但係嗰度話波斯可能會俾，即係跟住就會俾希臘啲城邦國家取代，即係應該係想像唔到嘅。佢有啲嘢佢係見到，但喺佢嘅年代係見唔到將來，亦都唔知道將來彌賽亞能夠。但係有個好清楚嘅信息就係、最後咧就係、我哋嘅救主咧彌賽亞得勝嘅。咁佢就好小心將啲嘢全部封鎖記低，就係俾我哋即係將來嘅人同埋嗰陣時被擄嘅人咧有個信息，又好重要，因為知道呢個咧對我哋嚟講好重要嘅。好似而家我哋面對我哋嘅世界咧轉變得好快，我哋見到咧以色列咧又咁聲就同呢個打，又同嗰個打，啱啱就巴勒斯坦個立國啊咁所以咧末世嘅信息咧個風聲咧好緊要。但以理翻俾我哋嘅信息咧，上帝咁早以前咧已經有呢個計劃，咁我哋知道咧最後咧信基督嘅話咧，屬教會嘅人咧都會必得勝嘅。有上帝同教會所講嘅説話咧，我哋就要聽啦。教會即係信我哋嘅信徒啦。咁都係我朝頭早 send 俾你哋咧，都希望咧你哋可以幫手 send 出去嘅，冇版權㗎嚇，因為都唔我㗎，我都係 send 嚟嘅。
咁但係每一個人幫手發出去咧，令到一啲咧可能冇乜盼望啊，喺黑暗當中嘅人咧，可以因為咁樣咧係燃點翻佢哋希望，同埋咧，因為呢啲咁嘅send 出去咧，我試過咧有啲工作上邊啦，甚至乎有啲朋友咧，佢真係因為咁樣就做咗耶穌，原來就咁簡單嘅動作，希望大家幫手。我哋個主係真嘅，頭先牧師咧，佢3號風球咧，佢8號風球經歷過3日咧，屋企完整無缺咧，真係上帝保守嘅。我哋set up 嗰個飛龍組嗰個僱主，佢屋企就試過啦，佢咧個工人咧就去送飯盒，咁煮咗飯唔記得熄火，有個鑊咧就係咁燒，跟住咧直至到佢個老闆咧就管理處打電話嚟即係消防員嚟啦咁佢地鐵趕翻去啦，煙就冇晒出嚟啦，咁但係到佢不停祈禱，當佢跑到翻屋企咧，好上隻周報就淨係出現冇着火，所以咧我哋上帝咧真係控制一切嘅，歷史都係好長嘅。我哋有機會做基督徒，我哋幫手咧係傳福音出去。咁係啦，咁請各位執事留步啦，因為一要開執事會啊，咁有少少嘢要講一講下。咁另外咧，因為頭先講到康翠啦，咁今日咧又係好感謝敏華同埋小麗姊妹咧幫手咧，就接以薇同慧儀後邊坐輪椅。頭先大家領聖餐嘅時候見到兩位舍友啦。咁因為佢哋都係我哋嘅弟兄姊妹啦，雖然咧我哋每個月只係月尾聖餐先推輪椅推佢嚟呢度，再推翻返去，咁但係咧都希望大家完咗嘅時候都讓大家都埋去同佢打聲招呼啦，祝福下佢啦，因為佢哋都係我哋弟兄姊妹。咁其實早幾個禮拜我哋都去院舍探佢哋嘅，即係星期六有一日我哋去探佢買小生果，咁讓佢咧都感受到我哋弟兄姊妹之間嗰個嘅關懷啦。咁早2個禮拜亦都去探咗尤千啦，因為都講過，咁佢長期住喺呢一個嘅大口環兒童醫院啊，唔能夠出嚟㗎啦。咁喺嗰度因為佢而家仲係插住個胃喉同埋嗰個呼吸機咁樣，咁但係佢嘅生命力係好強，即係都係一路都係上帝恩典主保守。好啦，咁咧所以完咗之後，請大家都係去後邊同後邊坐輪椅兩位以薇、慧儀，咁咧戴咗眼鏡嗰位咧就係以薇，冇戴眼鏡嗰位就係慧儀。咁咧同佢問候下佢啦，關心下佢啦。今日佢哋都係長期都係住喺院舍裏邊嘅。咁咧係啦，咁咧完咗之後再大家分享。咁請為各位執事留步，我哋咧要開執事會。而家有冇報告？冇嘅時候，我咧同唱散會詩第17首。係，仲有張錫琪姊妹會一陣，我哋開執事會期間會有個團契、有個小組帶我哋分享，有興趣、有時間嘅可以一齊留低，用張錫琪姊妹同你一齊去經歷上帝嘅恩典。好，會長喺度起立，同唱聖詩第17首，遵守主日相同。
神。